各位鄉親父老，叔叔嬸嬸行親嚟啦，要大龍鳳睇啊！話說格道魔龜肉骨茶，湯飲到你甜甜嚟。你知5月7號凌晨6點突然變咗古惑仔大亂鬥現場啊！有位從白靚仔到冇朋友，做人又超有素質，見到隔離3條人間極品，煙抽到成間鋪市，火災現場。喺好聲好氣溫柔到市講情話，幾位大佬公眾地方唔該食煙啊，唔該。點知呢班友個耳仔同假嘅冇分別，仲篤住隻眼。你望我做咩啊？你望我換服啊？大佬啊，人哋只係望你一眼啫，唔係望出你個腦瓜塞入味啊，大佬。呢3條友於是變身地獄山屠狗，拎住呢度嗰本勁過破壞之王隻鬼王打大亨打，跟手拳頭腳板熱水壺腳周震，全部化身終極武器，劈頭亂咁打，3個打1個，狼國和狗闖市，我個閻羅王開 party， 個好戲大到。我就係天，我就係地，我就係你老豆。呢個地盤我話事，威到㗎，差啲自己阿媽成晚都唔記得咯。點知啊，人生仲係過山車，撞得高跌得創過跌轉，先威過半粒鐘，唔該，他人壓着到。呢班大佬即時變身驚弓之龜。若練到似踩緊公蕉皮，搣輕過隔夜飯，捉埋個腳，個樣慘過埋鹹鴨蛋，連話都講唔出。我唔係故意㗎，頭先嗰種霸氣，阻到去火星旅行，連渣都唔順啊！仲有超勁爆點！聽完好似食咗開心果，呢3位超級英雄原係警表 VIP 永久會員。第一位7年前喺酒吧門口打人，當年都係跟狼，真係打極唔識驚，搶到夠犀利者。第2位2年前揸車位，直接叉刀出嚟，真係為個位連命都唔要，自從低頭離晒譜。2個都係共犯，出入境局到行街，真係難離半咗壁，只慳食又抽又硬啊！上到法庭，